还有一出新的台语戏出《勇气家族》准备要放送，这是咱台语台全新制作，在讲歌戏班家族的故事。陈阿兰甲郑凯芬等人主演，为着除了要让观众朋友了解戏班的演艺人生，嘛希望大家会当看到歌戏的文化底蕴。 台顶演员陈阿兰和曾凯芬分别扮演番梨花甲四定山拍对手戏《红绳舞大白尾牵电线》。因两位伫新戏《勇气家族》内底演歌戏班家族的夫妻，戏主要是在讲戏班成员台顶台下的人生故事，和家族之间世代的冲突。药品的做法无一定适合咱歌戏。我好教，讲爱互观众甲顾客有体验。你要做这款的安排，爱先甲观众托头，互因有心理准备。 主演陈阿兰表示，这出戏会使讲是伊人生的缩影。其中勇气家族内底歌戏面临现代创新甲传统的冲突，这嘛是目前侪戏班世代交接的状况。伊也坚持两项拢爱兼顾，所以这出戏嘛加入侪动画技术。原来新世代演员林武宣是表示，家己因为演这出戏，伫歌戏的脚步手路系真侪苦工，才真正体会到歌戏演员的辛苦。 传统兼创新是即马现代戏剧应该表现的。对歌戏来讲，阮更加注意这一点，因为歌戏是传统戏剧，我无爱互人有这种印象，所以我一定创新的元素会放伫内底，放真济。但是若无适合的，我绝对袂硬加。因为文化传承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太容易，然后那我们再怎么样拼命做，也都只能做到那些皮毛，所以我真的非常敬佩，就是花了整个生命在做文化传承事情。 勇气家族讲的是歌戏班的故事。制作人叶天伦表示，事实上，因拢有甲歌戏每一出经典自头至尾翕落来，再甲精华加入去电视剧内底，希望互观众看到歌戏的水。遮经典的物件，我是感觉讲，若是即摆敢若会当伫咧庙的看到是真可惜。啊，即个会当伫咧公司、台语台，会当伫咧华视，会当有伫咧中华电信，会当伫咧 Line TV， 遮尔啊侪人会当看到。当然爱讲上最经典的这个剧目，拢总呈现出来啊。这出勇气家族按一礼拜日暗时会开始放送，制作人希望观众会当总会来看台湾文化的骄傲，了解歌戏的底蕴，和戏大开减酸苦涩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